每次旅行執喼，係咪都覺得自己好似玩緊一場冇限時嘅俄羅斯方塊挑戰？面對個咁大嘅喼，同埋堆滿嘅衫褲鞋襪，真係菜極都唔夠位，搞到好頭痕。呢個煩惱我相信好多人都遇過。其實你每日面對嘅，並唔係你個人問題，而係一個連全球頂尖數學家都為之瘋狂嘅經典難題——三維裝箱問題。佢唔單止係執喼咁簡單，佢嘅應用範圍廣泛到連物流公司點樣運貨、倉庫點樣擺貨，甚至人工智能點樣規劃路線，背後都隱藏住呢個複雜嘅數學原理。掌握到三維裝箱問題嘅基本原理，你唔單止可以將行李箱空間發揮到極致，完美收納所有物品，連你屋企嘅收納技巧、工作上嘅資源分配，甚至日常生活嘅時間管理，都可以變得更有效率。係咪估唔到執喼問題背後竟然有咁大嘅學問？下次執喼，記得用數學頭腦做個收納大師。